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互信徒会当用5倍来添洋香，若有甲土地伯公借钱，嘛会当用5倍来还。讲这个指南宫已经收到30多万的5倍券，嘛带动着指南宫四周围的店家生意强强滚。另外，云林县政府加码送现金，消费500块以上会当换10%现金。早起日透早，400-500的民众排队要抢换这个现金。 云林县政府的大门口透早就真侪乡亲来伫排列，人为门口开始排几百公尺，像安尼箍几连踅来踅去，共款看无尾。日头遮炎伫排列有够热，有人压线，有人会开线，搁较热，嘛要来排列，也有大人爱囡仔嘛来排，主要是因为云林县政府要抢5倍券的商机，加码10%的现金，500以上就会使换，5000块会使换到500块的现金，要过总预算干了2500万尔，听讲真紧落红换了去，大家赶紧来排。到我这已经500多嘞。什么时候来排的8点。发现前面这么多，有没有吓到？有一点点。多少的发票金额？1万多。1万多。预计在今天应该可以把总数2500万的回馈金都发完哦。今天剩余约700多万的现金。大拢摕发票等要换现金，县政府赶紧派人控制人数发号码牌啊！当时还佫算讲预算要剩偌济，换了都无按。5倍券发威，南投德山的指南宫伫遮做生意的生意有够好。大概收了多少？几万块有，生意就比较好。要菜馆行生意嘛真好，上一人摕5倍券来买刮刮乐。因为它200、500、1000就是刮刮乐的面额刚好这样。指南宫嘛开放民众用5倍券来添油香、行酒金，收来5倍券有30几万，比方讲未摕去换，全部拢摕来做善款，捐予弱势团体。